家係朝早，呢一班小朋友行緊入托兒所。喺呢一度唔單止係托育嘅空間，更加係佢哋開始探索嘅地方。有人話呢一度係返學，但係我覺得其實更加似係一場冒險。不過似乎唔係每一位冒險家嘅過程都係咁順利。老師就係打開第一個關卡嘅夥伴。好啦，嚟啦喎！喺老師嘅引導之下，佢哋用身體感受重力同埋平衡，用眼睛、耳仔、雙手、雙腳學習理解緊周圍嘅節奏同埋規律。0至3歲嘅嬰幼兒咧，感覺統合咧發展係黃金時期嘅，咁都係我哋大腦神經元發展最快嘅時期啦。咁感統訓練咧，俾到小朋友一啲學習能力啦、社交能力係有長遠嘅關聯嘅。例如咧，喺我哋學習能力方面咧，一個坐唔住嘅小朋友，同埋一個容易分心嘅小朋友咧，佢嘅問題可能出現喺前庭覺啦，同埋本庭覺嘅，都可以我哋可以透過一啲感統嘅訓練啦，例如千秋啊、跳彈彈床啊、爬行。呢啲可以俾到我哋小朋友更好嘅感覺到自己嘅身體，穩定翻佢哋嘅情緒嘅。點解佢哋喺度玩緊？其實係喺度練習緊點樣做人。從一啖飯、一滴水到一次翻身，都係人生基本功嘅開始。我哋大人覺得重複好無聊，小朋友就覺得啱啱好啦。對於呢一個年齡層嘅小朋友嚟講，佢哋嘅世界係唔會被教曉嘅，而係喺親身經歷之中一點一滴咁樣建立起身。呢3位小朋友睇落好似發緊呆，我諗應該係下載緊身體嘅使用說明書。我負責係全程跟住小朋友跳舞嘅，由開始到結尾都係全程跟住佢哋陪住佢哋上台表演咁樣咯。訓練咧其實係我哋日常當中啦，我哋由6月份開始表演嘛，咁小朋友啦，我哋都會平時喺課堂上邊啦，我哋都會根據1個月左右啦，會對小朋友有一啲排練咁樣咯，喺課堂上邊啊。所謂台上1分鐘，台下10年功。呢一班3歲 BB 似乎就吃咗年紀小嘅虧啦。有啲人冇搵啱節奏，有啲人企喺度唔喐，有啲人上到嚟就喊晒全程。成場表演最穩陣嘅應該係家長攞住手機嗰隻手。但係呢一個就係成長，唔需要做啱，而係要勇敢企上嚟。好活躍，好配合，跳舞跳得好好，我覺得。要去廁所咧，識得自己去廁所，咁舉手話俾媽咪聽啊，我去完啦，咁樣幫佢沖廁咁樣咯。到翻屋企要分享禮物啊，然之後啲嘢咧坐完啲凳咧自己推翻啊，即係學到好多同埋嗰啲團體合作啊嗰啲嘢咯，溝通到好好㗎。我估第一個動作要平時佢有咩唔開心都會，而家都識講我同我哋表達翻啦。係喺嗰一刻，每一個笑容都話俾我哋知，佢哋真係長大咗少少。是聲的帶你。我認為咧，家長同埋托兒所之間咧都需要為我哋小朋友嘅發展啦，互相合作嘅。咁托兒所咧都會透過舉辦唔同嘅親子活動啦，同埋義工家長活動，俾到家長更加積極咁參與翻小朋友嘅發展嘅。所以咧，我哋托兒所係設計唔同嘅感統遊戲，去幫助翻小朋友咧建立翻感覺統合嘅能力啦。都仲建議翻家長都喺屋企咧，俾小朋友咧透過啲感覺統合遊戲咧訓練，有助於小朋友咧提升佢哋自我啦，改善佢哋專注力同埋學習能力嘅。教育唔係提前教，教育真正嘅力量係喺互動同埋經驗之中慢慢滲透。呢一步不求快，只求穩。好，叻 go，叻